死咗我，點解啊？跟住噴晒煙，咁我禮手咁唔通揸部電話揸部機咩？咁禮手一揈咗出去，跟住成部機殼啊嗰啲全唪都飛晒出嚟，跟住噴到個地下咧就窿咗嘅。自從19號香港碌七疑似第一爆，三星解釋係外來熱力引起之後呢，但我唔識佢喎。又出事啦！星期四晚7點幾，輪到 MK 網吧做嘅伍生，今日突然間叉下點就爆咗啦，我都好晒咗。我可以講到啲咩？我乜嘢都冇做過，就叉住喺度咯，放住喺度叉電咯。9月10號一次過買咗3部64G金城，係啦，咁啊喺先達。咁其餘嗰兩部咧？喺朋友即係另外朋友用緊嘅。打個電話上三星，佢同我講話佢部機係冇問題，可以安心購買㗎，安心購買。爆炸喎，嚇死我！我唔想好似佢咁啊！定啲。伍生話由 S2 開始一直都係三叔嘅粉絲，今次碌七都係第一次叉電嗰陣比較熱，之後都係用原廠叉線冇問題㗎。事後三星職員都有攞走部機檢查，同借咗部手機俾伍生用，不過人哋原本部機咩 data 都冇晒啦，而三星就回覆我哋話會盡快送部機去第三方實驗室，爆炸原因有待調查喎。